基本嘅燈喺我 set 咗喺呢度啦，呢度最基本嘅燈啦，細燈、低燈同埋高燈嘅，咁有3種啦。你試下熄晒嘅，跟上就都係俾有響安啦，都係響安模式啦，最基本噶啦。行車最基本嘅條件就係呢幾樣啦，燈後嘅尾燈啦、指揮燈啦，同埋有避瀝燈啦、後波燈啦，轉咗做吊臂模式，翻一下，咁呢度會跳咗做吊臂模式嘅，吊臂模式咁就可以齋喐支吊臂啦。咁腳嘅，呢度出緊腳，出緊腳到呢隻，跟住到呢隻，好，出晒啦，出晒咧就要升起架車啦，升起架車咧，左右腳我哋係升起。啲轆係離晒地㗎啦，咁就可以安心做。一推，俾一調佢先，跟住開第二邊，跟住就旋轉啦，旋轉，要低翻少少，跟住就推出。跟住就旋轉，啲吊臂，我哋縮翻少少臂先，縮翻少少臂，跟住就可以慢慢落要慢啦。落好咗，旋轉翻啲臂過嚟，係啦，跟住可以收翻啦，收翻臂，再收翻排臂 ，OK， 咁就。